咱过几分钟就会开始今仔日早起的礼拜，所以咱要先用祈祷来准备咱的心，也听候上帝甲咱做伙伫这个敬拜的内底。首先，咱要为着整个的礼拜当归主最圣，得着上帝欢喜来祈祷，咱做伙开声来祈祷。特别上帝，阮搁一摆甲今年最后一个主日的敬拜放踮你的手中，互阮会当有始有终，对年头到年尾，拢用敬拜诚做芳芳的献祭到你的面前，得到你的欢喜。主愿你伫即个礼拜内底最主最旺，特别这是一个洗礼的礼拜，就你伫中间用圣神充满，诚做阮年尾的记号，互阮会当用真实、甲真理、甲心灵来敬拜你。安尼祈祷拢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免。过来，咱要为着所有同工来祈祷。一个礼拜内底有真侪服侍同工，伫事前、甲整个礼拜、甲事后，因拢伫用因上好的恩赐甲气力来服侍上帝。咱就诚做因的同工，为因来祈祷，互因的服侍会当有上帝的同工来诚做合一的团队，归荣光上帝，佮利益伫正人，咱做伙来祈祷。特别上帝，阮感谢你。阮虽然只微细，但是你护着阮、赐福阮，佮赐给阮诚做你的罗卜来服侍你，佮服侍正人。当阮将所有同工拢献伫你的手中，愿你甲阮每一个人同工，互阮手所做工得到你的坚固，也互阮彼此连结，佮伫主内底连结，诚做合一的团队，就人看见阮所服侍归荣光互你。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最后，咱为家己祈祷，每一摆敬拜，咱希望咱所唱的诗歌会当过一摆感动家己，也感动人。所领受的真理会当诚做过来生活工作的准则。所祈祷的会当得到上帝应允。求主互咱有受教的心，会听的耳。佮有气力照伊的旨意来行，所以咱做伙来祈祷。特别上帝，阮将家己放踮你的手中，主阮知阮是你手中的工作，就保守阮伫今仔日礼拜内底，佮一摆领受你真理的话语，领受这个话语，诚做阮生活佮工作的准则，互阮有会当听的耳，佮会当受教的心，互阮有用手、用骹、用生活来回应行动来实践的精神，就人看见阮所做，会当诚做见证来荣耀你的名。主，阮担伫遮做伙祈祷，搁一摆恭恭敬敬，将礼拜放踮你的手中。安尼祈祷拢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。阿门。请咱用安静的心，也搁一摆检查咱的手机啊，趁候较听啊，做伙来敬拜咱的主。
上帝啊，人应该伫锡安称赞你，对你写所许的愿。听祈祷的主啊，全人类拢要亲就近你。你所竞选，互因亲近你，住伫你的殿内的人真有福气。我要因为你的厝、你的圣殿的福气心满意足。请咱来吟圣诗，阿罗上帝圣诗第381首，第381首，日月如那水直流，请咱起立来吟。咱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请坐。请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圣至里面的爸，阮伫你的面前承认阮告别阮的本性是充满罪恶的，阮时常犯罪，搁得罪你。独独你知阮的犯罪，离开你的面，浪费你的恩赐，袂记着你的疼。主啊，求你施恩伫阮的顶面，互阮忏悔你所无欢喜的事。求你带念你的囝，阮的救主耶稣基督来赦免阮的罪。求你教示阮知影家己的歹，求你洗清阮秘密的过失。至圣搁至疼爸啊，求你互你的恩惠入入阮的心，
互阮会当伫你的光明中，伫耶稣基督救赎阮至人子的爸。你有怜悯慈悲，无快快受去，也无久长的责备。求你伫阮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听内底，接纳这个反悔心。求你用你的圣洁引带阮，互阮会当行伫你义的路。恩典满满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伫即年中保守看顾在座每一位兄弟心灵的健壮，伫生活中充满平安，献上感谢。对着黑暗灯的时，天父双手要甲阮紧紧揽伫心情，安慰阮，为阮开路，祝福未来的日子有主甲阮同在。阮也为着双年幼稚园安养中心咱的社福基金会献上感谢。伫这事业体有你的引带，互侪人来得着福音，得着听。顶礼拜伫新庄分堂，也有几位兄弟姊妹来洗礼，进入主的大家庭，领受顶头生的恩典。今早起嘛有侪兄弟伫这个所在要领受洗礼、幼儿洗礼、坚信礼，求信心帮助因伫读圣经、祈祷的时，会当常常体会上帝的同在，过新的新生命，成做主的囝儿，充满愿望。一世人甲主同行，大家互相相听，互相勉励，一世人服侍你。阮的祈祷无到遐，阮要用主教是阮的祈祷文，同心来祈祷。咱来交托启应文第5篇。这天讲起上帝的荣光，即日对迄日发出言语，无言无语，伊的准情遍伫天下。上帝伊的中间为着日头安置报饭，伊亲像英明的人欢喜行伊的路，射到天的迄边，耶和华日月照全。耶和华的干净铁确，耶和华的教示正直，耶和华的命令清洁，敬畏耶和华的道理是清气，永远存在。比金比侪侪好金搁较羡慕。搁你的路步对遮的受境界，是随会当知伊的失错。求你阻止你的路步，无故意犯罪。我就完全。
耶和华我的石盘，救赎我的主啊！俄罗今早起西罗亚班要带诗班要带咱来敬拜上帝，因为伊的死是献上感恩。感谢西罗亚诗班用遐尔水的歌声来服侍主，愿一切荣光归于白上帝。
请咱来听上帝话，记载即圣经。今仔日有2位，第一位是以赛亚书66章第12节到14节，第二位是诗篇65篇第11节。以赛亚书66章12节，上主讲：我要互耶路撒冷欢迎，亲像溪水直直流。我要互万国的财富，亲像溪水，甲你淹满。我要甲你抱伫胸前，互你思念。伫骹头屋顶面，甲你耍，甲你弄，亲像老母安慰伊的囝，我也要安慰恁。恁会伫耶路撒冷得到安慰，恁会看去心就欢喜，亲像草得到温电无声，恁会哪臃肿？人会知我上主的气力，甲服侍我的人同在。我的生气会对我的敌人发出。第二位，诗篇65篇11节。你用丰收做年冬的王冠，你经过路有油滴滴。今早起咱本堂梁维珍牧师要来甲咱分享信息，年岁的冠冕，请咱恭敬来听。来愿兄弟平安。今仔日是今年最后一日，也是最后一个主日。今年真趣味，咱过2个足趣味的主日。顶礼拜是12月24号，是 Christmas Eve， 就是圣诞夜。早起咱来到教会来敬拜上帝做礼拜。然后暗时，咱阁有一个真水、真丰盛的音乐会，大大细细用音乐来庆祝、来感谢。今仔日嘛是同款，早起咱伫遮做伙做礼拜，将今年最后一日，也是规年的感谢、娱乐归伫咱的主。然后毋好袂记哩，暗时7点半，伫即个所在10楼的礼拜堂，咱有缘有年末的感恩祈祷会，邀请所有兄弟伫跨年以前去参加跨年的活动以前，先来礼拜堂，咱做伙伫遮献上感恩，诚做今年上圆满完全的一个句号。然后咱会当期待2024年会哪丰盛，哪感受上帝的恩典。今年对双连教会来讲，也是一个足特别的一年。第一，咱庆祝设教110周年的这个种种的活动，一世纪以上的这个恩典，伫整个的教会。为年这个园游会，咱甲社区真侪的团体来互动，甲社区各一摆提醒讲，双连教会伫遮，咱伫遮要来帮赞，要来祝福。要来成做社区重要的一份子，的一个上帝恩典束缚伫社区的所在。搁来，咱看到咱的野外礼拜，这可能是有史以来上大场的野外礼拜。去到咱的三芝安养中心、培育中心的成立，伫遐咱看见一个新的里程碑。第三，咱对年中到年尾有研讨会对青少年的议题，到数位议题，到教会甲社会议题，咱来探讨未来宣教真侪的可能性。那么看到成人牧区有真侪活动，其中咱有一个重返历史现场，互咱伫即个社区看咱教会对牛埔庄公寓所开始到4摆建堂，怎样是即个中山北路、民权东西路、民生松西路即个4角位啊，怎样来牵线，但是当时伫遮来扩展，咱也看到咱的教会因怎样去做因的教会，伫无共款的社区来诚做光电甲祝福。
咱有看到历史文物的展览，伫109个所在。这个文物展览了后，就刷去到三芝安养中心，过来明年会将做一个常设展。每一个去到遐拜访，也是伫遐有活动，咱的兄弟、咱的朋友，会当搁一摆看到双连教会1世纪搁较济以来，上帝恩典伫咱的中间。第二，咱嘛纪念咱第1任的社会议长，就是宣教师吴威廉牧师伊别逝的100周年。伊1923年的年中来过身，受主恩召，但是1世纪以来，伊所坚持的道路，犹固伫台湾渐渐来涌壮。所以，咱有10月音乐会，咱有研讨会，咱嘛有第一摆用甲台湾吧合作有绘本甲动画吼，互所有的年龄层，对囡仔到青少年，甚至是到成年人吼，拢会当来了解认捌这个重要的宣教师，也纪念伊伫台湾教会，甚至是台湾社会的贡献。那无袂记哩，伊是伫北台湾第一位将民主的制度带来台湾的，用合语、用会语这的方式。帮助台湾人成做一个民主的子民，咱今仔日会当参与伫民主，会当选举，咱毋好袂记哩。这个第一位将民主带入来台湾，也将基督信仰搁一摆传讲伫这个所在的宣教师。咱嘛有伫下骹4个条仔吼，做大图的展出。我毋知恁已经看到迄内底无共款的所在无？其实阮将因夫妻的名刻伫顶面，所以你为这斗仔看过来，会看到吴威廉；为这斗仔搁看过，会看到牧师娘的名吼，吴玛丽。最近咱拢在讲女力吼，所以咱无袂记哩，毋是干那吴威廉牧师娘吴玛丽 Margaret Mellis 吼 ，God， 伊本身就是1世纪进前女力的代表。伊毋是干那将五线谱、将合唱、将音乐的教育带入来台湾，伊也教育真侪妇女，迄代妇女的领袖，然后伊甚至是对面一个马偕病院第1个传道者。所以是真侪身份内底，伊毋是干那真做吴威廉牧师的帮赞，也真做教会帮赞。所以咱来纪念这2位真杰出。也是咱的典范的宣教师夫妇吼，咱嘛继续在筹备吴威廉牧师的纪录片，这较需要较长的时间来筹备，然后咱伫明年的时阵会当来互咱看见伊一生真细致、咱真周至的一个描述伫影片的内底。第三，咱嘛看见。今年吼，伫3年真长的这个疫情这个封闭了后，咱开始开放。咱有3年的时间，差不多拢无法度出国，但是咱搁一摆享受到国境开放的好处，咱的生活、咱的工作、咱的聚会也渐渐恢复正常吼。所以咱会当期待今年咱庆祝说到100周年，吴威廉牧师别逝100周年，明年咱说到111周年吼，咱会当用3个目标来继续努力，就是111的目标吼。牧师搁讲一届，互咱会当激励明年咱做伙，也就是明仔吼，毋是明年是明仔，咱就开始继续努力吼。第一，一个人一个小组；第二，一个人一个服侍；第三，一个人爱带一个人。我搁讲一届，咱做伙记条的嘛，咱做伙来附送吼。1人1小组，1人1服侍，1人领1人。咱做伙来努力吼，明年就会经历更较济、更较丰盛的恩典，也伫中间看见教会的成长。通较讲，一年内底，咱其实经历迄个恩典满满的一年，透过宣教师，透过信仰的前辈，透过信仰的同伴，透过上帝新约基础的带领，所以咱来搁一摆倒来到圣经的教示来看，恩典是啥物意思？恩典这个主题就伫咱2023年最后一日一个主日，咱做伙来思想就特别有意义。首先，咱来看咱上述的这个诗篇65篇，诗篇65篇
是咱足色的一篇吼。诗人伫遮伊去称颂上帝是一个成就应允的上帝，伊感谢上帝是充满赦罪恩典的上帝。伊也伫诗篇短内底承认，伊是常常犯罪的一个人，有限的罪人而已。但是上帝常常来赦免伊，无因为伊犯罪就放杀伊，常常甲伊相甲伫地，常常赦免，常常帮赞。伫即个诗人也是作者的眼中来讲，上帝伊是主爱，所以甲咱相甲伫地，甲咱做伙徛起的。上帝嘛是公义的，所以伊真正可靠。上帝搁较是充满创造迄个恩典甲快乐的一个通敬畏的上帝。伫即个短诗篇内底，最后一段甚至咱会当看见伊讲到大自然迄个真水的景色，咱看到伊用春夏秋冬土地福气来赏赐互人类。通讲伫咱有限的一生内底，咱会当先接除了赦罪恩典以外，上大的恩典就是即个土地生活的福气。所以十一节安尼讲，你用恩典做年冬的冕旒，你的路拢有油得滴。所以伫遮咱看见即个路径，毋是干那是一个咱讲是空间的概念尔，是这个路径甚至是一个时间的概念。就是上帝行过春夏秋冬，就万米西团。上帝甲咱相同行，伫咱一生的时间内底。现代中文译本也用另外一个字来描述即个上帝行过。伊讲伊脚所踏的脚趾的所在，是上帝所踏的所在，就充满生命。对第9节到13节，咱因为即个上帝脚趾所踏，上帝所行过的路径，伫时间的演算内面，咱看见一个真水的景色，就是上帝行到底，迄个创造的大自然就发生生命，就生出生命。万米会因为上帝行过就开始生长、开花、结果子，充满生命力。对咱来讲呢，这条路嘛是一个人生的道路，虽然是单向的，一去无回头的，但是伫这条路顶面，咱会当经历上大的恩典，就是有主甲咱相同行，敢毋是？因为伊甲咱相同行，咱就会当有伊的保护，有伊的帮助，有伊的带领，伫咱同行所有的路站内底。所以伫即个时间的内底，若咱伫无共款的处境、无共款的空间内底去经历上帝的恩典，就因为安尼，成做咱的生命故事。然后咱将遮的生命故事拢甲讲出来，互人通听通知，也认捌上帝恩典，就成做见证。伫咱经历上帝恩典，成做咱的生命故事，佮甲遮的故事拢讲出来，就成做见证。所以因为今仔日是洗礼的主日，咱会看见咱的旧报后壁真侪兄弟的见证，就是因怎样因为认捌主上帝、认捌耶稣基督，生命得到改变的这个生命故事啦。也因为安尼，咱知什么是年岁的冠冕，什么是咱年冬的冕旒，什么是咱生命的冕旒，就是遐个上帝甲我三甲伫地的经历。遐个伫咱的平凡的人生内底，会亲像珍珠在发光，亲像珍珠遐尔啊贵重，是咱有上帝恩典的记号，是咱诚做基督徒特别生命的记号。这就是咱年岁内底的冕旒，是上荣耀、上水、上发光的。第二位，咱要看到今仔日每日亮光，也是咱的每日新眼光的进度，就是咱的以赛亚书第66章。我用12到14节短短的这段，甲大家分享就好。伫
伫咱的平凡的人生内底，咱会当经历什么款上帝恩典啊？以赛亚书66章，伊接续65章，讲到遐新天新地的应允。通啊讲66章，就是以赛亚书最后的应允，是上帝要互遐个锡安的百姓，以色列民族的应允。但是这个应允要开始讲进前，伊有一个前提，伊毋是互遐个倒病无要努力的人的，伊是互遐个敬畏上主的人的，伊是互遐个谦卑受教的人的。所以，咱若是敬畏上主的人，咱若是谦卑受教的人，就会得到即款的应允。即款的应允内底，所以因为安尼66章毋是干那讲应允，伊嘛有小可有警告伫内底，爱咱爱诚做敬畏上帝佮谦卑的人。所以伫66章内底，咱就看见即个应允是互咱每一个个人的。你伫你的性命，我伫我的性命，咱拢会经历，诚做一个信仰者、上帝的囝儿、上帝的子民。但是，即个应允嘛是互整个团体的，所以伫古早时代是要互锡安的子民、以色列的百姓。今仔日，上帝要赏赐互称做伊囝儿的教会，就是咱双连教会、全世界教会基督徒的团体的。这应允包含什么啊？这应允包含上主的疼痛、爱护甲安慰。所以头拄仔讲，抱着心情，若伫食年的囡仔面对伊疼伊的老母，伫迄个脚头边啊，甲伊人，互伊欢喜的即款的爱护，即款的安慰。也讲到真特别的，较少讲到的身体的健康。伫圣经内底较少讲到即个部分，但是今仔日的应允内底嘛包含身体健康。伊讲到欢迎，迄个经济、迄个生活的满足甲富足，也得伫面对对敌的时阵，会当得胜到有存。甚至伊讲到，遐以色列未来若拄着即个受掠，要转来到因的故乡，伫困苦内底经历困苦的人生，会当搁一摆得到复兴。这个应允包含咱的生活、生命的侪层面，但是伊其实是对一个讲一个源头所出的，就是上帝是咱生命的源头，咱的生命拢对上帝出，所以嘛是甲诗篇65篇同款，上帝既然是生命的源头，伊手所犯的所在，伊脚所行的所在，就发生生命。这个生命的规律对咱的灵性来讲，咱的灵命精英哪来哪进步；对咱的身体来讲，咱的充满快乐、活力、健康；对咱的生活来讲，咱的欢迎满足无欠缺；对咱的工作来讲，对咱的服侍来讲，咱手所做工，上帝要坚固伊。所以咱就看见，甚至咱面对对敌的时阵，面对死亡的时阵，上帝要互咱赢过到有存。这就是对上帝迄个袂会停止的生命快乐所来大大的应允。伫即个经文中间，咱看见上帝真正照顾伊子民的每一个层面，伊毋是干那东行陪伴咱，也伫东行甲陪伴内底持续有稳定，诚侪咱移动的免流，互咱甲伊三东行的路径，拢是有得的。但用台语来讲，就是福气满满啦。上帝若甲咱东行东徛起，咱就福气满满啦。所以对咱来讲，咱来反想一下，今年你过了安怎？有经历上帝恩典无？有经历上帝的帮助也无？有上帝奇妙安排无？拢有敢毋是？若是，咱就用行动来回应。咱首先对恩典来领受，这是关乎咱甲上帝的关系。咱爱好好啊领受，
有人讲哈，啥物叫做好好领受？领受就领受啊，是啦。但是咱爱好好领受。啥物是好好领受？就是咱爱倒空家己，咱爱甲家己的老我放落来。所以咱才会当成做一个清洁倒空的器具，来承接上帝恩典。咱嘛爱成做一个真敏感的基督徒。上帝恩典降落时，咱爱准备好势来领旨，咱才会当不断来领受。通讲，咱来诚做上帝恩典的好鼻屎啦，咱来诚做上帝恩典的好鼻屎，所以咱才袂真正迟钝，真正愚戆，常常伫埋怨。上帝恩典来来去去，咱拢无感觉。咱来家己准备好，咱才会当好好领受上帝恩典，咱甲上帝关系才会亲密，阁会真正互咱甲上帝搁较拿亲近。第二，咱来对恩典来祝福，这是关乎咱甲每一个别人的关系。咱来当知影感谢上帝恩典，感谢上好的方式，就是透过祝福，将上帝恩典来分享出去。透过祝福，将上帝恩典来分享出去，这就是祝福。透过分享，咱诚做上帝恩典的器具，恩典的对咱来流到别的所在，流出去甲所有咱所接触的人的身上甲生命内底。上帝恩典透过咱，就会丰丰富富临在伫即个充满黑暗、充满苦难、充满寒冷的世界。主耶稣嘛是安尼讲，敢毋是？伊讲：恁是世上的光，恁是世上的光。光爱放踮山顶，放踮台顶，才会发出大光明来照光即个黑暗、罪恶、苦难甲寒冷的世界。兄弟姊妹，互咱诚做咱所徛起的所在，迄角落的光灯敢毋好？咱伫遐照光。咱伫遐带来温暖甲光明，咱伫遐祝福，互上帝恩典，诚做咱迄角落会临在的所在，就咱的看见搁较侪无共款的改变。第三，咱要对恩典来成长，这是咱甲咱家己的关系。今仔日是洗礼的主日，所以今仔日洗礼，兄弟姊妹，牧师要勉励恁讲，恁已经对基督耶稣领受迄个基督内面的新生命，就爱开始用恩典持续来领受恩典的一世人。咱会当伫恩典内底领受，咱搁爱伫恩典内底来回应，互主欢喜的回应，就是伫恩典内底更新变化，不断成长啦。亲像爸母甲囝儿共款，其实咱一生拢是对爸母来。有当时咱实在毋知要怎感谢甲回应，但是咱若好好啊成长，拿来咱捌代志，咱会甲咱所领受的，佮分享出去，爸母就会真正欢喜。咱伫即个信仰内底嘛是共款，咱若知捌。长大分享，然后确定咱的主天父上帝就会共款感觉真正欢喜。搁较特别的是，咱若愿意去分享较济，去成长较济，咱就看见上帝丰盛甲荣耀，咱会看到搁较济。咱用一个小小的故事甲大家分享。恁有看过迄个 C.S. 路易斯所写的《纳尼亚》无？伫即个童话的故事内底，我上意爱即个细汉的查某囡仔叫做 Lucy。伊第一摆入去到纳尼亚迄个世界的时，就看见狮子王阿斯能，迄是咧讲耶稣基督吼，是即个王的概念。然后伊甲有一寡互动，然后伊转来到伊原来生活的世界。几年了后，有机会搁一摆入去到纳尼亚，伫遐伊搁一摆拄着狮子王阿斯能。Lucy 就甲阿斯能问一项事，讲：你若看起来较大只了？咱会感觉阿斯能会安怎回答？最近营养较好，毋是吼？
当然毋是安尼讲吼，咱若逐概若无爱讲我最近胖胖，我就讲我营养较好。但是阿斯能毋是安尼回答的，阿斯能讲，都是因为你大汉了。都是问阿斯能讲，你若较大只了？阿斯能甲都是讲，因为你较大汉了。咱的性命就是安尼啊，咱若哪来哪大汉，咱所看见的上帝就会哪来哪伟大，哪来哪丰盛，哪来哪荣耀。这是一个足趣味的过程。希望咱每一个兄弟，尤其今仔日要受洗的兄弟，会当亲心来感受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的人生若亲像一个出埃及入旷野，然后入迦南的一条路。咱的人生会伫旷野一段时间，旷野代表你会面对单调。你会面对孤单，你会面对危险。每一天的生活本来就是单调，咱会出门、入门、工作、学习，转来搁继续。那每一个礼拜来教会聚会，搁转去，即个 routine 拢共款。基督徒嘛是共款，这是单调。伫真侪路程，咱嘛会感受孤单，有一寡心情无法度甲别人分享，有一寡路站爱家己行。甚至咱嘛会拄着大大小小的危险，敢毋是？所以每一天入门若平安，就爱感谢。咱甲别人无啥物无共款，唯一的无共款是咱爱坚持基督徒价值，甚至因为安尼，咱会拄着一寡风险。但是请你毋好袂记哩，甲以色列人共款，旷野是出埃及。入迦南迄个应允的所在，一定爱经过一段路，也是到自由所在的真理的路。那咱伫信仰的旷野内底，愿意甲主相同行，愿意伫信仰内底久长来坚持，就会伫咱平凡的人生内底经历上帝满满的恩典，佮期待伫人生的最后。会当进入上帝迄个老年甲密上帝永远的国度内底，因为今仔日是一个受洗的主日，洗礼的主日，也是大讲这期最后一届来宾即个有色后礼数吼的最后一个主日，明年咱才阁摕出来，莫袂记哩。所以牧师要最后用一句话来勉励，所以今仔日要洗礼兄弟。咱人拢带做出时，受主耶稣基督保护所拯救，洗清白那洗。咱既然已经领受基督内底新的生命，就成长亲像溪边青翠的树仔，然后甲主相同行，做主的工，归荣光上帝，做伙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是你呼召阮、赐予阮，佮找起阮，成做你的囝儿、你的门徒，来见证你的荣耀。当阮伫遮为2023年感谢，也期待2024年会搁较丰盛。所以主啊，阮伫遮要讲，主你继续甲阮相同行，阮安尼祈求，互阮会当经历你的带领、保护甲帮助，也互阮会搁有搁较侪恩典，通分享伫身边的人，当得到福音的好处。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请咱来吟圣诗，回应上帝的听。圣诗第296首，耶稣调我来行天路，请咱起立来吟。
坐，请咱来奉献。赏赐万物的上帝，阮感谢你的赏赐，伫生活中一切，阮的才能、时间，拢是你所赏赐的。阮只是用淡薄的金钱，甲阮全能的时间，来奉献伫你的面前，做圣工的路用。祈祷奉耶稣基督名，阿门。请坐。现在举行圣礼典。即时要来举行圣礼典，有新人洗礼、献圣礼、甲信仰告别。献圣礼就是伊自细汉有洗礼，只是伊要告别伊的信仰。信仰告别就是伫长老教会以外的教派，要转入咱的教会，要来做的信仰告别。阮得到帮赞，是靠耶和华的名，伊是创造天地的。所听兄弟姊妹，请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吩咐的话。伊对世人中过活了后，也未就天的大仙，伊有讲。天顶地下的权，拢已经互我，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，甲因行洗礼，互因归伫爸、囝、圣神的名。
既然我所吩咐恁的一切命令，就教示因，搁我日日要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。第五旬节，彼得传福音的时，对听伊的人有讲：恁着反悔，逐人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，交互恁的罪赦免，搁要受信心的手术，因为所应允的归伫恁甲恁的子孙，以及拢总远远的人，就是既拿主咱的上帝所要调的。另外，今仔日要洗礼的林立阳兄弟，亲像迄时，彼得叫人反悔信耶稣基督，搁受洗礼。我也要安尼对你讲，你着亲信。你若真实反悔，告别你的信仰，搁伫伊的名来受洗礼，即个圣礼典就要加做你的罪，得到赦免，得到清气的记号甲印证，搁表明对信心得到顶头师来结连伫基督。你要受洗礼，就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告别你的信仰。来回答我要问你的，也包括坚信礼甲信仰告别的兄弟。我要做伙来问恁：恁有信上帝做你的天父，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，信神做恁的保惠师无？恁有真实反悔恁的罪，也信靠耶稣基督的救赎功劳啊无？恁着我靠上帝恩典，尽力服侍伊，一世人行伊的道路，尽信徒的本分。你有决意要安尼行无？这时我要请会众做伙起立。来，李阳来这边。林立阳。我用水甲你行洗礼，互你归伫爸、子、信是上帝的名。阿门。愿平安的上帝，家己甲恁一情诚信，搁愿你的心、你的魂、甲身躯，伫咱主耶稣基督搁来的时，得到保全，无通嫌。恁已经告别你的信仰来洗礼。我靠基督的头，就是咱的耶稣基督，各项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小会上联小会的官兵，接纳你做陪产的会员，有份伫主的道，甲生育的恩典。这是咱做伙来祈祷。全能慈悲的上帝，阮感谢你遮尔啊大的恩典。用这个圣礼典来接纳你的囝儿进入你的教会，愿你祝福因，求你用信心降落伫因的顶面来坚固因，也用恩典守护因，互因结连伫基督，得到主的恩典，永远伫你的内面。主啊，你来特别保守因，当因拄着试探的时，保护因。互因为真正信仰好的真正，愿你的气来扶持因的软弱，保守因安稳伫你的疼，搁互因一世人跟缀你，一世人来服侍你。阮的主上帝，求你互阮逐人对今仔日参加这个圣礼典了后，会搁较明白洗礼的意义。求你赦免阮，因为阮离开你的道路，致到阮亏欠。领受洗礼的恩典，求你互阮会完全反悔，带阮倒转来归伫你，互阮对答以后会当做你尽忠的奴仆。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这是请坐，这是咱要来请咱现任的小会员以及名誉长老做伙来做接纳。恭喜上帝祝福，恭喜上帝祝福，恭
恭喜哦，上帝祝福。信仰告白甲健身的人向后转，我要来介绍咱的亲人。第一位要介绍的是亲因洗礼林立阳兄弟，甲伊的处理的人，吼，伊是咱殷志雄甲苏清姐囝婿，吼，好。第二位要介绍的是坚信里的兄弟，吼，赵立新兄弟，伊是咱的远峰兄甲。好，来起立哈！元丰兄甲琼玉姐囝哈，咱真欢喜。第三位要来介绍的是采薇苏采薇姊妹，哈，伊是信仰告白。来，他的小组呢，小组的人真侪伫遮，愿上帝祝福咱，好，可以回位置。我应该上去。我知道，我应该。我只是来报告。小幼儿洗火树，我看你照头。拍谁？对，还有小儿洗礼。来，这时咱要来小儿洗礼，我还是要升上来。请咱的家长会当带细囝来到主的面前，吼。好，来。请咱来听马可福音所记载的，有人带细囝来就近耶稣，要互因摸。学生责备因，耶稣看见安尼，大无欢喜，甲学生讲：用阮细囝就近我，无得禁因，因为上帝国是即户人的。我实在甲恁讲，既若心接上帝国，无亲像细囝的决断袂入去。就抱因，甲因花手祝福因。虽然咱的细囝无明白这个事，耶稣所应允的也要归伫因。因的原因是稳定的约的好事。上帝用洗礼带因来做上帝厝内的囝儿，互因归属伫耶稣基督，来做伊的百姓。今仔日要洗礼。爸母李阳甲伊利，恁的细囝要洗礼，恁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，要来告白恁的信仰。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，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，信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？恁着倚靠上帝所授予的气力，将基督的真理。甲信徒的责任来教示恁的细囝，就用祈祷甲好的行为来培养因，互因下伫上帝教会的法度。恁有要安尼行无？愿主耶稣基督祝福恁甲恁的细囝，帮助恁会当守即个约。这是咱做伙起立。一起过来，好来，我先帮姐姐。好，林爱你，我用水甲你行洗礼，互你归伫爸、囝、信心上帝的名，阿门。来，妹妹的名字，千月。林千月，我用水甲你行洗礼，互你归伫爸、囝、信心上帝的名，阿门。阿门。照耶稣基督的命令，这个细囝接纳伫伊的教会，做阿未配产的会员，有份伫神约的恩典。
大家的细囝的爸母，甲正亲人会众亲自作证，也要相甲来分担责任，来培养因的信仰，直到因接受虔诚礼。这是咱做伙来祈祷。全能的主上帝，我要感谢你，因为你的恩典来接纳细囝，加做你的囝儿。恳求你来保守这个细囝，因带因的身躯甲灵魂，互因的智慧甲年岁那加添，上帝甲人就那听因。求你将你的恩典丰丰富富守持伫因，因带因平安经过做细囝的时期，救因脱离少年人的引诱，直到成人的时，会当家己来告别因的信仰。阁会坚持到落尾。主上帝，阮也求你的信心来祝福因的父母，互因会当照上帝的法度来引带带领这个世界。也恳求上帝你亲自祝福，互这个世界伫你的面前的成长。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好，这是也是送礼物。来，姐姐。来，姐姐，来看看 ，OK， 来拿好，来妹妹，妹妹来，好，不客气，好，来，左手拿好，好，咱请坐，这是咱要向后转吼，丽阳甲以利这对夫妇吼。嘛是咱以利是自细汉伫咱的教会大汉的，嘛是请爸爸妈妈甲亲人做伙起立，吼，咱来恭喜因，互世界自细汉就伫上帝恩典中来成长。好，来请坐。我在这里。好，我来报告，请咱先开周报第5页。本主日暗时阴晚7点半到8点半，伫咱10楼礼拜堂，咱有岁末泰泽祷告会，请咱兄弟会当来斗阵参与。第二就是咱新增分堂献堂的感恩礼拜，伫咱本主日下晡3点，伫新增分堂献堂感恩礼拜，甲相连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。多功能教室完工纪念，请咱兄弟前往来参加礼拜，同享主恩。我阁来补充一个报告，集体关怀。本会会友林碧勋姐妹的先生周宜昌弟兄，伫12月20日安享主怀，有定伫1月11号拜四，早起8点伫礼宾至信义厅举行告别礼拜，请兄弟关心代祷，愿上帝安慰遗族。请牧师来欢迎来宾。各位兄弟平安，代表上联教会欢迎几位第拜甲咱做伙来参与礼拜兄弟甲新朋友。第一位是王妮晶姐妹，请你徛起来，互阮来欢迎你，好不好？是后壁的所在吼，请坐，一摆欢迎，永远的欢迎。第二是陈美妍姊妹，伊对美国回来，伫中间的所在，那个拍婆啊欢迎你，请坐。第三位是简慧清姊妹，也是对美国回来的朋友，伫中间的所在，咱拍婆来欢迎伊，请坐。第四位是尤美珍姊妹，对美国回来伫美国家人教会会友，抑阁有第一摆伫咱中间做伙礼拜兄弟也是新朋友啊无？好，若无的时阵，请确定遮位遐后壁的所在，咱嘛是拍婆仔来欢迎你。好，请坐。
即几位兄弟吼，咱的好朋友吼，请伫会后伫咱的贵宾室来接受上联教会交代，也甲咱的同工有一寡好的交代，互阮搁较入捌哩。好，多谢。请咱来吟线会诗515首，至上天父，愿感谢你，请起立。咱做伙来接受祝福。愿恁一年的中间，为年头到年尾，充满上帝的恩典，互恁的路径拢有油得滴。愿恁的2024年比2023年更较丰盛。各愿恁领受恩典，就知分享来真做祝福，搁伫不断成长内底来荣光主的名，真做伊的见证。愿恁安尼行的时阵，天父上帝教义恩典之爱，主耶稣基督国外大快乐，圣神的引带甲保护，甲恁三甲伫地，直到世界的落尾。阿门。请坐，密岛社温强受垂见。